欢迎收看《台湾世界》，我是阿明，陈伟民，祝大家牛年行大运吼。今日节目咧，阿明要带大家来回顾两位是华国新，但是正讲台湾的灵魂人物啦吼。咱讲吼，这个新区内底真正是带着台湾魂。第一位是伫花莲玉里刘一峰神父，去年咱看到伊哦过80岁这个生日。 来台湾已经55冬啊啦吼，前副总统陈建仁就学到伊是上帝下底上好的这个牧羊人啊吼。有影，咱看到玉里天主堂长期咧照顾社会弱势，不管对方是游民也好，或者是可能接毒，或者是咱讲的这较欠缺，只要找刘一峰神父，伊拢袂拒绝吼。或一寡则讲被社会放弃的人，有一个温暖的场所，小小一个空间。华人人拢叫伊啥？ 叫伊是玉里的神父爸爸，逐工咱看到伊拼性命、奉献家己，咱讲哦，伊真正是无私大爱，为资源较欠缺东部偏乡哦，奉献这个一世人啦吼，真正咱嘛看到讲，2017年伊摕到咱的这个身份证，伊的付出其实全球的吼，也是讲全台湾的人拢看伫个眼内，嘛影响到侪台湾人诚心来做事，来看伊的故事。 这是花莲县玉里天主教堂，负责人是79岁刘一峰神父。伊自1966年25岁就来到台湾传教，这一点就超过半世纪。多年来，伊亲自为在地从事各种社会服务，也成为花莲玉里人人口中有求必应的神父。迄个时阵，院长问员工：“恁若会使？” 家己决定你想要去倒一个国家，你要选倒一个国家，是因为迄个时阵我有几若届有看到杂志内底是关于台湾的消息哈，是有几个神父带上来台湾传福音，有写因有写有伫咧杂志内底有写有关系台湾的代志，所以我感觉哇，伫台湾有较济民族的文化啦，是风俗习惯啦，拢无共款，所以我说一定有趣味啦。这个有写我若会使家己选，爱去倒一个国家，我就爱去台湾。刘一峰神父伫厝内是排第2个。 有阿兄甲弟弟妹妹，出世的时阵被担任修士的阿叔抱去受洗，了后这位立志成为神父，并且想要前往亚洲传教的阿叔，因为离出大战煞身亡，刘一峰就继承伊的位置，为法国巴黎大学神学系毕业，做完兵了后，成为传教士前往亚洲传教。伊来到神墓中的第一职员台湾，并且奉献一生。 以前我还没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是吃饭第一，然后再来工作。可是神父后来告诉我说，服务别人是第一，吃饭是第二。你因为在服务的时候呢，你就会在别人的身上得到天主的恩宠。那对于刘神父，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他应该是在他的字典里面没有 no， 只有一个是。只要别人有求于他，都是是，从来不会说 no。来台了后。 刘神父除了接手花莲玉里天主堂，收容身心障碍者的安德启迪中心。更较重要的就是，伊也同时经营资源回收场甲二手商店，互当地价收入好、真种真输、经常人等足细族群会当有工作，赚生活费。 这就是因为社会各阶层，每一人的艰苦，有足侪人看袂到。啊，有当时啊是一寡社会救济社会福利，无法度顺着原手的这个空间。所以刘神父的顺路来帮忙因，来，互伊去食，搁互因工课做。
啊，比如讲，咱过去捌犯错，是加到咱出家的一寡根生人，因这个人因为过去犯错的所在足济，因的家人，包括咱的社会，完全较无得去接受因。这个人来找神父的时阵，神父都互因慷慨，啊，互因零用钱。每一天来到教会广场分类本数搬运资源回收的人，这大多数拢是位伫社会基层、经济条件较差的人，甚至也阁有无法度融入社会经生钱。虽然教会收入无济，也毋过老一方神父坚持，只要因愿意做，都一定会互薪水，会当互因维持上基本的生活开销，同时也透过一直帮助他人，实践自身信仰的精神。一生奉献为众人，洪乱玉帝，台湾情景真欢喜。咱邀请到咱的老一方神父，神父你好。哎，你好，大家好。哇，你讲卖叫你叫你这个阿德啊，叫你是正港的台湾人啦吼。哎，就因为我住台湾50多年，住法国敢若75年呢。嗯，等于有2/3的时间拢伫咱台湾啦吼。有影，真正无简单啦吼，伫台湾。嘛，互你这个身份证吼，互大家看一下啦吼，真正无简单。2017年规划着咱的这个台湾人吼，你的这个身份证你有查来无？有啦吼。有。哇，真正无简单。哎呀。哦，啊，你甲这个号码查起来吼，这是你摕到这个身份证。我会记你迄天，你有讲到吼，你迄天穿这个西米露真缘投，你讲你是新郎，台湾是你的新娘。哦。对。是安怎迄当阵会讲安尼话？因为。我迄时阵在台湾住50年，51年，拢无得到新郎称呼。迄天，本来是我是爱台湾啊，不过无正式的这身份这部分啊，所以你感觉50几档啊，是安怎台湾政府也无要互我一张这个身份证安尼？哎对，伊讲。得到的时阵，我感觉我更较属于台湾啊。更较属于台湾。其实你25岁，坐船要来台湾进前，你当阵就是讲，我本地我就是属于台湾啊呢。哎对，这是54年前的，伫法国的南部，马赛，这阵到贵人哈，嘛是爱。差不多34天，34天，一个月月吼，喺海顶，会想厝无？迄当阵？哦，较趣味啦，较趣味。哎，对。安怎讲？就是讲呀，这伫船顶哈，嘛会使，嘛有会使做较这趟较做代志啦。我上爱的是去游水。去游水？是海内底是船顶的。船顶去游水。游泳要用的所在。是，啊，听讲你伫船顶吼，其实咱讲伫坐这个法国的船啊，来到这个香港去啊转换这个英国的船啊吼。哎对。这伫法国的船的时阵，冇有啉水嘛，不是有啉酒，葡萄酒吼。葡萄酒啦吼。到香港换英国的，拢无酒，拢是啉茶。嘛是真好啉啦。是，嘛是真好啉嘛吼，就是讲无共的这个船顶吼，做无共款的这个代志。但是你来到台湾啊，都要开始正式来做这个传教啊吼，一开始会真忝头无？我太相信爱学一出啦，本地的语言啦。是，所以来台湾无偌久，敢若1礼拜就去新竹。去新竹。台先是学国语啦。毋过我过几年，我迄时阵我伫花莲时，我听别人讲的，除了国语以外，有不同的语言啦。是。是，我过6年，我有登去。新店有一出啦，闽南语啦。哦，所以语言来讲，你真正有天分。尤其咱讲花莲这个所在啦吼，唔那有这个台语，佮有真济这个原住民族这个语言。哦，阿密斯，不弄。你拢晓讲？哎呀，小看了。小看了哈。阿密斯，是因为他讲就个民族会啦。是。所以一般的需要讲嘅话。
会使，毋过较深的个袂晓。这 felicitation 会晓。这个讲这个啊问安吼，请安问好，拢会晓啦吼。其实咱讲着吼，因为咱讲花莲玉里伫遮吼，你嘛住50几栋啊，内底真济这个原住民族的这个朋友，你吼真正是电话拢爱扎伫身躯顶啦吼，就是随时有人讲啊，师傅，我才可能爱你到3工啊，逐工拢爱接这款电话。唔知啦，唔敢讲啦。就是有时啊，人爱找一个大个所在啦，所以因有打电话互我啦，因为我嘛有甲几个人熟悉，所以会使问讲，恁有会使做这件事啦，有别人需要啦，因为阮有几个宿舍，会使接受人来住啦，特别是阮做回收的工课哈，有诶来玉里找工课，不出来好住啦，所以阮也是有准备互因呢住的所在呢。是，都无住，无通好住，找你，啊无电嘛找你，无一定啦，无一定有接过。对，尽量啦，毋是我其实我伫玉里也是较久的时间啦，已经30多年啊，所以拢熟悉啦，所以若无若需要修理电啊，我知影爱叫什么人来修理啦，毋是我家己修理个。毋是你家己啦吼，但是这个做资源回收，我看你嘛是做真济。袂啦，就是难啦。上重要是就帮助人来找工课啦。我做回收的工课是，你学差不多几点钟久就会晓啦。有用也爱分类哈，就是什么铁啊啦、塑胶啦，慢慢就真紧就会晓啦。是，所以吼，这个帮助人的这个基因是对倒位来，爸爸还是妈妈，还是规个这个厝内？爸爸妈妈都拢有啦。安怎讲？对，因为爸爸妈妈是因为心动嘛是较深哈，因为是较爱帮助别人，所以我伫家庭遐嘛有看到因安怎做，我就跟对因安尼做。我记得我细汉的时阵，伊个时阵是战争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也未结束啦。所以有诶有3家人无帮我家啦。阮遐帮较照顾，无面包好食啦。所以有诶人嘛去阮遐，因为阮遐嘛是有农场吼，有种菜啦，有所以大概阮妈妈那常常嘛有教会因啦。是，因为咁，所以我来台湾的时候感觉，我细汉的时阵有一个理想的家庭，所以有诶到台湾看到有诶无家庭，无所以到15多岁的时阵，因在找一个家庭同款啦，有时候找无。所以有走的路无什么理想啊。所以那找阮的时阵，跟伊讲啊，起码恁来，这是一个大家庭，因为阮有起码有70多岁的人在做回收的工课。所以你来，环境里，不过你有时咧有条件吼。因为我跟你讲，阮拢是对各种的所在来，所以爱互相尊敬哈，互相尊敬啦吼。所以咱看到即阵咧做的这个代志，甲过去爸爸妈妈互你的这个影响，真正有够深的啦吼。咱嘛讲这个过去，你来这个台湾遮久啊吼，啊进前伫妈妈也未过往进前，每2礼拜会写批互你。不简单吼。所以这个妈妈就是安尼啊。虽然我已经大汉了，我离开伊的时阵已经几5岁了。是。不过为了救因妈妈，看因的后生50多岁嘛是因的囡仔哦。所以我离开以后，
逐2礼拜就写批互我，是，我是甲便当是出啦，你甲便当，一个月会批啦，大概伊个批内底些东西讲，阮厝的代志啦，个发生伫法国发生什么代志啦，就简单的咯，简单的吼，安尼写36年，哇，伊个时阵就半辈真紧就离开这个世界，不过这个妈妈的心哈，就无改变了。妈妈的心无改变啊，吼，其实爸爸妈妈头拄嘛讲到，因对你的这个教育也好，还是讲奉献也好，这个精神也好，拢是自因家来看到的吼。其实啦吼，你有去登去法国去找爸爸妈妈，迄当阵要分财产啊，讲要互你1分啊吼。对。1分你尾下来安怎用，还是因安怎甲你讲？所以本来伊讲啊，因为阮是4个有真个爱兄，第2个是我的，第3个是个小妹，第4个小弟，所以阮爸爸讲你是虽然是台湾花莲，你爱你的财产一部分嘛是得去，花莲的是你是属于台湾，是安尼讲的。所以当初已经甲你安尼讲啊，你本早讲我无爱，我无爱，你问候这个其他的兄弟姊妹的。对，本来是讲爱教会呢。对。但是这个爸爸安尼讲，爸爸妈妈，你讲说，这你嘛，小弟台湾一定要得去台湾的。所以旧年我有登去啊，因为来时阵是逐6年登去一届，后来就因为。较方便啦，飞行机什么做飞行机，差不多在13点钟久就会到位啊。是，所以起码3年会使登去。不过起码因为爸爸妈妈无伫咧哈，普通是我旧年登去是3礼拜去看兄弟姊妹啦，亲戚朋友啊，就登来，3礼拜以后就登来。是，就是讲也是会当搁登去。咱讲法国家啦吼，唔免像过去坐1个月这个船，交通较方便啊。但是这个过去嘛是讲爸爸妈妈互你这个情吼，你还阁真深的吼。对，所以这旧年阮本来有土地啊，就买出去啊。所以毛分是部分啦。阮爱嘛有，我所以嘛钱存的钱买。过来啦，过来台湾啦，过来台湾对。所以这个阿兄也好，还是讲小弟小妹也好，其实拢知影你伫台湾做遮尔这个伟大这个代志，所以嘛是继续甲这个精神是希望传互你台湾都继续奉献伫咧。这为叫财产拢无发生什么冲突啦，有影啦吼。因嘛是爱我转来啦。是，所以咱看到这个老一方幸福，这个规个家庭拢充满着爱啦继续咱们来传。大家来看讲其实伫咧花莲遮啦头拄咱师傅嘛有讲到着，就是讲遮有需要帮助的人真济啦但是爱互相尊重啦咱先做来看。当年伫花莲局里做社会工作的老永师傅，并不是一直咧做慈善，伊上重视的其实是培训角色，有一个专长，互因未来会当自力更生。所以除了教会例行事务之外，伊也设法为在地创造更加侪的就业机会。因为遮的几十个人拢是有问题，有一些问题人，因若入去社会就爱做工课较困难，所以阮在遮是嘛是带咱的阮的中心安德中心也是做回收的工课，大家人拢真紧就会关系会晓做了，不过有的人会使入去社会，因真就无问题。我较爱遮入来的人是需要因特别阮特别的照顾，较有意义啦。这座资源回收站，就是老一方为残障人士、精神人、家友、当事症囡仔等志工所成立的。
内底大约有70多名的员工，这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工课，有的负责清洁整理二手衫甲物品，有的负责分类管仔，也有人负责各种机械设备的拆卸。也毋过无管什么人，讲起老师傅，大家拢真感激。伊伫阮心目中哦，就我朋友，啊，佮甲真好的长辈啦，阮的需要伊拢看会到，拢不时会斗相共，班长阮足济，拄着痛苦的，拄着生活的问题，拢会去甲阮斗相共，去甲我安排工作安尼。我较早是从头较听的人物啦，不时拢惹麻烦互伊，伊不断的鼓励啦，无放弃阮这拄管厝啦，还是酒的啦，食药啊，伊拢无放弃，不时伫阮身边哩办长阮行过去较痛苦的时阵，嘛爱感谢伊，互阮的帮助，互阮这俄罗斯家庭拢有一寡工作做。你很棒啊！苏先生，当然不是吗？你不知道？不是，我们也有一个人那边，他拿去那个养鸡场那边严整，用那个马达去抽水。回收站虽然帮助真侪人，也毋过现实却是，伊的仓库已经连续2年遭到不明的金属爆过，300多平的仓库一个也烧了了，当打击辛苦甲职工的信心。好佳在消息一传出，伫短36天内，就涌入大笔的善款，互老友洪辛苦真感动，甚至主动拍片感谢各界善行，仓库也开始积极的重建中。我来代替我们的同仁，感谢你们恩人，很慷慨的把你们的一些钱寄过来，我们觉得现在够用了，所以如果还有多余的钱，也可以帮助别的慈善机构、别的单位，非常谢谢你们，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也心灵平安、喜乐，谢谢。即摆目前铁工的部分已经完成，因为当时这个媒体就报道了后的时阵，省府并无对外募捐，所以这个咱台湾的这个爱心人士就提供阮资金，大家拢来捐资金。互阮来做修建的动作。目前厝顶的部分，甲这个木工的部分、涂水的部分，水电的部分，拢在进行当中。在阮的这个设想是看伫5月中旬以后，看有法度来完工无。老师傅所做的代志，敢若用自比来讲，无定着也无够到达。伊有意识的设计各种帮助弱势方法，并且亲自带领所有人达成目标。俗语讲得好，互伊鱼食，不如互伊钓竿仔，教伊安怎钓鱼。为老师傅的身上，就当看到这句话见证。博基岛叫到这只金鸡母，为着爱，我到对台北过来下工。拄开始其实因妈妈无啥赞同，我特别学台语，为着甲中沟通安尼，我去学台语。伊妈妈就讲哦，你阿叔啊，伊是爱阮的查某囝啦。老友洪师傅来台接手的安德启智中心，予有身心障碍囡仔有所在通住，也安排活动甲课程，互因上替因找工课。伫几年前，老友洪师傅甚至也成立用伊的名安养老人启智人口的安德怡红园，安顿因的一生。后来几年前阮看到安德中心的因慢慢啊愈来愈大汉的，有的已经特别50岁，所以因家需要特别的照顾，才决定去另外一间中心，就是怡丰园。所以怡丰园起码是为着45岁、50岁的人以上哈，对，已经开始收10多个人，慢慢安尼一个安尼进来。
伊上后讲一句话，你即下要找伊的时阵，伊拢讲啊，神父你安尼想无用，讲没关系，我可以。这是伊的口头禅，伊拢讲没关系。我会记伊有一届去用采访的时阵，伊讲，伊介烦恼讲，伊足毋甘的看讲，即摆社会遐进步啊，啊，佫有人无通好住，有人无通好食啊，所以啊，阮中心的囡仔介济拢已经拢超过40-50岁啊。因超过40-50岁的时阵，因厝内底的人嘛拢介大、介济岁啊。啊，厝内底的人拢会烦恼讲，后盖阮若往生的时阵，我囡仔要安怎？所以神父都想讲，伊嘛是有想到即种的，有想到遮，所以伊就赶紧看想办法啊去另外起一个儿童园。无意外，伫狱里的任何人攻击老乡神父，拢显示出感谢心情。伫安德启迪中心服务的老师当然也无例外，想起一切，甚至是感动甲一度后甜。讲实在。神父毋是干那对遮其中心的囡仔有即种的感情，像伊对阮教育的家庭嘛，拢是介关心的。3年前阮翁过身，迄当阵介当病，啊神父嘛拢，伊知影我囡仔较大阵，伊拢介关心我的厝，因拢，所以伊会关心咱。即马大部分的人看到的拢是讲，伊对身障的囡仔。敢若付出的心肝较济，其实毋是，伊是一视同仁。每一个人只要是所有的人对伊有所要求的时阵，伊拢是一定好。所以阮定来看阮天主堂遮，定拢有一寡人来。神父我无所在好住，神父我无工课好做，伊都暂时甲收留，啊，互因一个工课做。老神父做会议也影响真侪人愿意加入善行的行列。有当地妇女就主动甲神父合作，经营以神父家乡为名的家己布列塔尼离手保育馆，回收部分天主堂的物资，互原本只会当卖互环保公司的回收品，也会当透过在地妇女的骹手，佮制作成全新的衫、牌仔、甲帽仔，化粪扫为黄金。阮遮有一个时标，就是家在布列塔尼二手布艺馆啊。后壁吼，因为敢若安尼人唔知影，后壁佫有一个义理天主堂刘一峰神父的名，所以讲人买出去吼，因就知影讲这是伫阮遮做出去的物件。对，嘿对啊，因为让他们知道，互知影讲吼，这都是刘一峰神父伊的创举就对啊。不论是成立回收站、营收启迪中心、新建安养中心、重建小孩仓库，甲上山下海解决村民的各种疑难杂症，老乡神父一生为台湾人所付出的，早已经超过一位传教士会当做的。保定着像伊这款无私奉献的情怀，才是真正爱台湾的精神。老迄封神父的故事真正感动真侪人吼，受到感动的人，其中有一位就是咱等下要介绍的这位第2位人物吼，伊嘛是阿明的好朋友。过去咧，我含伊做伙去爬这个茶山吼，爬山会当嘛会当体会咱讲江水人奉献的这个精神。伊是啥物人？伊是台湾竞赛带台湾帽，佫摇袂着吗？即阵咱讲伊带伫咧高雄，过去咱讲吼，伊甲老神父共款有缘分吼，还袂摇着吗？有啦吼，伊是咱公司台语台无事坐把事的主持人一粒米。一粒米哦，讲过吼，伊顶世人应该是台湾人，应该是原住民较对啦吼。今世伊伫法国投胎，但是是正正杠杠的这个台湾人啦吼。咱么看到讲吼，看到一粒米点点为台湾贡献10外冬，拼死命是投入咱讲文化推广。伊参加过啥咧？参加过原住民族语言哦，这个认证新团级，嘛有参加咱教育部台语语言能力认证吼。伊想要做一个外国人真好的一个模范，真好的典范，互更较侪外国人来对着阵啊吼。去年咱嘛看到个文化部推荐伊哦，规划国际的高级专业人才吼。伊嘛希望讲有一天，伊会当亲像老神父共款哦，早一日摕到咱的这个身份证。做回来看伊的故事。哎呀，跟走呀！
我无啥介意买单对啊。阿妈讲，因为足甜嘛。二七头到千哪是？二七无啊？无。拢无吗？啊，白色的好啊。27。17。啥物色？凊彩有啥物色？你帮我睇下。那讲好嘅，好。我两个都校长兼讲真啊，就是伊本身袂介意安尼伫遐做这啦，咁过伊即摆嘛做认命呀，因为这嘛是有当时这是主要的收入啦，哎呀，变成讲嘛是啊该做嘛爱做啦，啊伊嘛是做巴结的。我是负责普华会，我是做工的。我是做工的，伊是用头脑，啊，毋过有当时我卖帮伊做生意啊，做生意算我较含办啦，伊较教做生意啦。因两个真趣味啊，啊，翁仔某会互相开来开去啊，但是你咱嘛也看到讲因平常时互相关心的迄面啊，安拢会私底下较看会到，所以一般来讲，你若讲伫台面上电视机前，你根本都看袂到这啊，嗨。你好。主持人你好。你好。你有听到无？嗨。大家好，各位大家好。大家好。啊，今仔日拄欢喜无？大家拢咧困啊。大家拢咧困。大家拢咧困。大家是不是以为你在讲法文？啊，我叫吉雷米。吉雷米。台语叫做一粒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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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我今仔日拄来摆搭，我来台湾14档。14年了。对。啊，我们是公视台语台的台语节目的主持人。我的节目叫做《某事坐百事》。我听无咧，你听无？你台语无好啦。我台语就老好讲诶。我讲中文就好。你讲一下，某事。某事坐百事，坐公车，百事就是公车，某事就是无代志的意思。哦，没事。然后怎样？坐巴士。我没事，坐巴士，谢谢。感谢你帮我，你调侃，你帮我做工作，我帮你宣传。你帮我做。你看，我这个。是啊。我伫边啊，挂头。好。预备，开始。真正是自家等过啊！自家等过。真正是自家等过。对哦。会酸吗？酸痛。好吃。袂使拍着骨头啊！Jimmy，我煮蛋给你吃，荷包蛋。你讲啥我听无？你讲。我煮起来荷包蛋。荷包蛋。你讲白椒的我听无？我是咸啊。好。我是讲互相啦，互相头才讲，因为阮无嘛足辛苦啦，莫做生意啊，所以我就讲好，我会当帮忙偌济，我帮忙偌济哈。你今日有搞吗？有。我平常我最近拢无咧运动啊，所以我就讲暗顿会食较少啦。你会当食较济，你食爱伤少。无要紧啊。你也毋像我咧减肥。意思是讲我希望会当做伙食。你拢无食啊？我咧减肥啊！我若无减吼，你遐尼爱台湾，我若含台湾做伙落去海内底，你会救台湾，袂救我。台湾已经是一个都市啊，所以已经伫海内底，什么奇怪的问题？张美是百样人立即拍拼赶路口，美国发心台湾好啦吼。真正这个一粒米啦吼，这是我要送互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对联伫的啦吼，真正台湾好啦吼，你有这个化国心，伫台湾来做定根啦吼，真正主要定根的动力吼，就是来自小乖啦吼，有影无？会使安尼讲无？会使安尼讲其实小乖嘛是会当讲是三代祖介绍的。因为我反对时阵，其实有足侪人想要加入一个活动，嘛有足侪查某人啊。怪怪吼。因为迄时阵啊，我无女朋友啦，所以有几个查某人想要加入一个活动。
啊，毋过迄时阵我坑的三大字是一个生命 ，OK， 所以袂当接近，有做这规定 ，OK， 爱食素，啊，袂当甲查某人有受这活动安尼啊，所以我毋过我到台南的时阵，有一个来自下港的查某人出现，是，啊，拄开始我到即摆看到伊。有感觉啦，感觉哦，这个查某袂歹，各水安尼啊，啊，毋过一粒米，袂当安尼啦。你即马你讲三大字啊，伊甲你讲吼，莫拍其他啦，袂当拍其他。啊，毋过伊陪我2档啊，小怪陪我2档。啊，毋过伊离开了后，我一直收伊啦。哦，甚至我到一个台东一间庙，我去拜王母娘娘啦，我问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我前几工去台南有拄到一个查某人啊，我一直收伊啊，是安怎？是毋是我甲伊有缘无？啊，我破杯啊，啊，嘛是心杯啦，嘛是心杯。啊，毋过上奇妙的代志是拜拜了后，我甲即个庙公做伙食饭啊，啊，庙公伊的工手。啊，用放弃，啊，用起来，起档，伊用一个小朋友的写，甲我讲，一粒米，我知影你伫台南，我拄到一个查某人，伊是你命中注定的人，你甲伊有缘，哇，真正伊记个无袂啦，系啊，因为我拜拜的时阵，其实现场拢无人，OK，啊，这个。형용，伊哪会知影？伊哪会知影？小怪一个人啊！哦，你就是讲，免过怀啊，免过怀疑啦，真正是三大字的促因缘。对，所以我2米多打电话和小怪还甲伊讲，哇，应该迄时阵就讲，你用七步，你这个外国人用七步，甲把其他拍其他的对啦。哦，所以有这段故事伫个吼。啊，咱嘛看到吼，其实真正这个故事是安尼开始的吼。但是恁这阵结婚5档啊，对，想要到小怪迄边新王波啊，来去开年后啊，甲伊结婚啊，去法国结婚啊，一个。7年的高登来的啊，就浪漫的气氛啊！哇，真正恁这个姻缘吼，真正嘛是咱讲的下宗教呢吼，三太子四姻缘吼，爱当伫教堂来完婚啦。对，因为其实较早我有交2个女朋友，交往，是，啊，毋过我2届拄着反背啦。哦，拢强反背吼。到即摆遇到小怪，虽然足介意，啊，毋过我是讲我不想要搁交往啊。OK。想要搞三大字四姻缘啦，对，所以咱讲这段这个姻缘嘛是真奇妙来啦吼。啊，你看，真正咱头讲到5档来你的生活啦吼，因为你爱走马拉松哦，啊伊搁去摆档，伊过去是咧卖衫的呢吼，啊即阵拢是卖这个马拉松的这个用品呢，对，拢是为着你呢。对，无唔对啊，所以拄着小怪一个人会当讲是。跋一岛捡到一只金鸡母，跋一岛捡到一个金鸡母啦吼，真正有影。啊，为着爱，我都推台北，搬来下港。是。拄开始其实因妈妈无啥赞同人做伙，可能伊无对外国人。我是到一个伊熟悉伊挂掉的头一个阿伯啊。OK。啊，可能伊想讲，这个阿伯啊要创啥啦？为什么？伊无啥赞同啦。啊，过来，我特别学台语，为着甲中高中安尼，我去学台语。啊，落尾伊妈妈想讲哦，这个阿伯啊，那想要来乱啊，是不可能学台语啦。所以学台语代表伊有一个心啊，伊是爱阮的查某囝啦，啊嘛想要甲阮沟通，想要融入这个家庭。有影啦吼，真正你表现你的这个做人讲竞赛吼，有这个心意吼，学台语来拍动这个丈母啦，这个心意啦吼，真正无简单。咱头嘛讲到吼，这个影片内底看到吼，我亲目看到，哇，你甲小乖吼，有当时还佫会搭喙角。当然啦，系啊，我拄开始感觉哦，我想讲哦，这个查某哪会足高粱啊？
所以我就开始拢会应嘴应字啊，应嘴应字对对。啊，不过街道顶区啊，我想讲好想啦，啊，伊嘛，我不是做搞做生意啊，对对对。啊，我本地是加大男生啦，这种对对对。大查甫人吼，对，甲台湾人差不多啦吼，台湾人查甫共款，但是你来遮无共款，你是这个家庭主妇，哦，厝内底这个厝内代志拢是你咧做。对，开始啊洗碗、洗衫啊，所以你过年真甲我讲，我要洗碗，我会招你啊。啊，不过我是讲好想啦，因为咱主要的工作都是有开店，有咧卖马拉松的用品。是。不是买去台湾的大大小小马拉松研究摆搭是所以摆搭是爱透早爱去研究哦，透早2、3点都要起床啊呢。对，开车上远开到这个花莲去啦。对，这嘛是足点，因为有当时是去花莲呢，去台北，全台湾拢有啊。到现场开始摆搭摆搭了后，我嘛卖厝内炒，所以我有两个成分，是手香嘛有咧炒，这个选手啦吼，手香甲选手，对，两种成分。炒完卖去高搭哦，做一个看板啦，咱头拄嘛有看到，你真正吼，徛伫遐，都有人吸我来咧买物件吼。是，这是恁翁仔某的这个生活。其实吼，因为恁两个翁仔某这趣味的代志实在伤济啊吼，所以你过去该写做册吼，一粒米8粒汗吼，内底你过去咱等下嘛讲着吼，你过去写的这个册有差不多7本啦吼，也是搁较济，可能会愈来愈济啦吼。但是这本册是你和小乖做伙写的，伊是用这个新住民的这个身份吼。甲你吼做伙来去完成这本册吼，内底有影真趣味，会当教你台语用这个台文字佫会当教你这个台语的这个拼音。另外咧，风色发语的这个部分嘛有来但是恁两个就是互相拢是作者来去做伙拍拼完成这个部分啊。你写册的时阵有冤家无？加减拢有啦吼。安怎讲来冤什么？有当时一本册的内容啊，有当时也无我无想要写一个部分我开伊我无想要更济啦，所以有当时也无讲的意见的。不过落尾咱做伙完成，两个人啊做一本册，感觉就有成就感嘛，对啦。有影。买当推塞法语台语买当甲台湾人介绍法国甲台湾的文化的差别，文化的差别啦，就有意思啦。是啦，尤其你讲伫台湾已经10冬啊吼，甲过去这个法国的生活真正无共款，来做台湾的这个竞赛甲这个法国的生活嘛是拢总无共款吼。这个太太安怎看你，还是讲安怎看法国的这个文化？嘛是写伫册内底啦吼。对。其实对我来讲，因为即马我来台湾足久啦，甚至我对台湾这个土地就有感情甚至我即马大概去法国，我真正会吹土白下啦。暗时啊，特别挑文书车的写。我心情就无助，你知无？这个一粒米讲，伊即马等于到法国无听到这个。和爱丽丝这条歌会水土袂下，过去是来台湾的时阵，啉水倒头，水土袂下，即阵反倒倒来，因为已经是正杠的这个台湾人啊真正有这个台湾心。但是我要甲你学落的，就是讲你身为一个法国人即阵住伫台湾，即马是台湾人你的台语会当讲到遮尔好，过会当伫咱公司台语台主持节目，哇，真正无简单。无离好啦，不，爱继续拍拼啦，继续面烂落去啊，继续面烂落去，面烂这两个字嘛是你甲我教的吼，继续拍拼的意思啦吼，继续伫遮为台语来做定金吼。对，其实是去年开始咱公司台语台开播的时阵想要搞一个制作人嘟嘟啊，来找我，来找你啊啦吼，想要
叫我做主持人啊，迄时阵我感觉压力足大啦，我无资格做主持人啊。啊，毋过开始主持了后，台语愈来愈好。哦。愈来愈多人来看，我去爬山的时阵，你是毋是这个？这个报数这把数的七粒米哦，感觉哦，大家爽啊，足爽的啦。足欢喜啦。所以咱看到啦吼，其实伫台语这地来定根，真正会互真侪人来看到啦吼。有影，咱嘛看到讲，其实一粒米咧做准备的时阵吼，毋是人讲吼卡本摕来，伊就照念哦，伊内底吼是一字一字用家己吼一粒米的这个台语文的这个方式来去做准备啦吼，真正使人敬佩，咱先做来看。无形的文化遗产哈，所以我感觉这种文化遗产足有值去保留哈，去保护。我甲一个阿嬷，讲布农的语言，伊都考出来。伊听我讲，伊目屎，我嘛想要流目屎。那个看到阿嬷，可能是足久无听到一个少年啊讲伊的母语，啊，可能是一个外国人。哦，较用心。伊这方面是看较早，阮的同事吼，还是新妇，因有写阮的原住民的字典吼，伊去找教父呢，讲阿弥陀佛的所在，还是讲文化所在，去找差不多50岁以上的人，因家己的语言是较研究啦，伊甲台湾的未来有关系啦。所以讲啦，台湾拄着困难的时阵，我想伊一定会留伫遮，甲台湾人做个面对啦，爬山，我明仔载要甲阿炳做伙爬山。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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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恭喜啦！嘿，你足够？真够。我拢无亏啦。经过一档，我做主持人一档啊，应该后可以应该会当过啦。哦，无人搁做，我就爱找一寡志工来加减学，加减教。是讲水倒来的啊，敢若转来啊。100年前的日本时代啊。是啊，这就是我甲你讲的林恒街头内底世外桃源。哦。台语其实我有找足侪外国人的，但是感觉应该是真正会当讲的人，真正是足少。伊接阮节目，阮节目的时阵，伊拢会有一份伊家己的卡本。我大概拢看迄个卡本，我拢感觉足感动的，因为内底拢是泰罗拼音。我感觉哇，真正是。主持人本来就是爱做功课，无毋对，但是伊是爱做double 的功课。喂，雷米，雷米，我今嘛伫个坐巴士哦，你咧创啥？我伫顶那内底啉茶啊。你伫个梅山咧啉茶对无？啊，对面的你看，对面的师傅拢是查某囡仔。大家好，大家好。我感觉第一面啊，上厉害的所在，上成功的所在，就是讲吼，甲伊做阵的时阵，吼，甲伊咧做工课做事的时阵，我袂感觉伊是外国人，我干那感觉伊是台湾人。系啊，不管是伊讲话的开口也好，还是伊的生活的习惯，啊，佮伊食的物件，啊，佮咱咧讨论咧开讲的代志，拢是足台湾人。我感觉这是互我上感动的。华国心、台湾魂，咱看到一粒米也好，留一封信符也好啦吼，真侪台湾人台语拢输音吼。啊嘛，搁一届带观众朋友来看啦吼，咱真正是爱台湾，绝对唔是用话用讲安尼尔啦吼。咱看到留一封信符，一粒米真正是用实际作为，脚踏实地来了解台湾，体会台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陈伟明，咱后一回再会。
伫故乡的平原，行过东山河的花，讲后花园伫遮。路若行，人愈多就愈惊吓。雨水一暝落袂煞，思念找袂干。